屬猴嘅朋友喺馬年裏邊能唔能夠馬上封侯呢？原來喺古代咧，就喺《西遊記》裏面咧記載咗，孫悟空喺天庭第一份工咧就叫拔馬溫。古代亦都覺得咧，馬騮咧原來個肖像或者一啲擺設放喺馬房咧係有助於馬嘅健康嘅。除咗人之外，只有馬騮先騎到馬嘅。所以今年咧，屬猴嘅朋友咧，似乎係需要強力駕馭馬嘅一年嚟嘅。今年咧有驛馬星。驛馬星動咧就係到處奔波，亦都可以增廣見聞嘅。有文昌星，亦都代表住名氣啦、名譽啦，或者學業事業上面咧係比較順利嘅。錢財方面咧需要特別謹慎啊，因為有地喪星。地喪嘅意思咧就係房地產、租務，甚至乎咧一啲住屋嘅問題咧係比較煩惱啊，係需要維修保養，甚至乎係去爭拗嘅。所以投資房地產屬猴嘅朋友咧就需要特別小心嘅。喪門咧就代表住長輩嘅健康問題嘅，最好咧就早啲帶佢哋檢查身體，以防萬一啦。有孤神入命，男忌孤神，女忌寡宿，所以屬猴男性嘅朋友咧，今年咧姻緣運咧似乎咧就寂寂無期嘅。但係女性嘅朋友咧就比較保持同埋穩健㗎啦，因為流年嘅財位咧正喺正東邊嘅。咁如果想催旺財運嘅話咧，可以考慮喺東邊。如果見唔到海、見唔到泳池、見唔到所有河流嘅話，可以擺放魚缸、流水擺設或者水種植物，甚至乎咧擺一啲寓意招財嘅物件都有幫助嘅。